蚵仔酥。要做蚵仔甕，要准备的食材有：蚵仔395公克，无盐的肉搭65公克，赤山20公克，苦力木适量。头起先把蚵仔下皮切做细块，也是一片一片。切做安尼，会当赶紧甲伊吹好熟、吹好软。刷落来，伫电锅的外围倒水，吹20分钟至30分钟。等电锅跳起来，咱就会当用箸去箸蚵仔，较容易熟啊袂。หั่烧甲蚵仔蒸做芋泥，搁加糖甲肉搭入去，加辣胡椒。过来，就家己杂量加入苦力木，调整你想要爱的口感。若是提早做蚵仔甕，冰箱会变较干，所以嘛会当要用的时阵，再搁加苦力木，嘛是会用一。最后加辣胡椒了后，甲蚵仔甕烧做圆球，一粒差不多20公克。会使提早一天甲蚵仔甕穿好势，包甕的时阵就会当直接使用。油皮爱准备的食材有：鸡甜米粉100公克。高甜米粉45公克，无盐的肉搭65公克，糖粉25公克，冰水55公克。起头加鸡甜米粉、糖粉、过胎备用。接刷加鸡甜米粉、高甜米粉、糖粉、盐、肉搭倒入去锅仔，用加速加辣。开始拉了后，就会当豆豆仔甲冰水倒入去。爱留4分这个冰水，看油皮是软的也是硬的，才杂量看要搁加水入去无。等油皮变 Q， 会使甲电火开，2档，就甲底入去烙仔内底底好扁，冰冷藏。环境的温度悬，油皮熬出油，安尼外皮就无够酥，所以爱甲冰冷藏，安尼对后壁的操作也有帮助。油酥爱准备的食材有：鸡甜米粉180公克，无盐的肉搭90公克，芝士粉20公克，加鸡甜米粉、芝士粉、过开备用。刷落来加鸡甜米粉、
捌搭、芝芝粉，倒入去锅仔拉好焦。若是外皮想要较重色的，会当加寡芝芝粉。过来，就甲烧做一丸，用客仔缀起来，避免接触到空气会变焦。若是蚵仔鸭，油皮甲油酥拢穿好势啊，就甲油皮甲油酥分做同款数量的米册，一个差不多24公克。摕一个油皮缀好扁，搁摕一个油酥包入去，烧烤缀好红。油皮包油酥，烧烤爱密切，才袂破酥。过来，甲烧烤的所在向下面轻轻啊递落去，用影锤影做长高形，大概10公分，对顶悬放落来，放入去笼仔内底，小烧一下。包蚵仔酥的时阵，无用到的油皮、油酥、蚵仔鸭拢爱藏起来，避免打碎一块。重复头拄仔的步数，搁用影锤影一摆了后，并冷冻，并到变较定形，方便切开。
刷落来，甲油皮、油酥切做两半。摕茶加底予盐，甲蚵仔包入去，收口地予红。烘箱宜烧到170度，甲烘盘放伫烘箱中层烘20分钟。